交通部推动智慧航安，就是希望讲会当符合国际安全的规范。目前已经设备好势的智慧航安平台系统，伫咧启用了后，这个发生严重海难的几率已经对25%降到19%。也毋过，咱的调查也是认为讲，这个引水人骹手是无够的。另外，航港治安也有海洋观光的问题，也个是有真济需要改进。希望使用科技守护航管的安全。智慧航安相关的计划小连续推动，从109年到113年，已经投入18亿7200万。不过，立委认为讲，无论科技佮安怎进步，目前也是爱靠全台湾敢若剩102个引水人。呼吁航港局都要赶紧检讨感受卡手无够、地势过劳，或者是下港资源等等的问题。在这整个引水人的培养制度方面，一要严谨，二真的要严细啊！现在每2年定期办理招考的这个机制，为113年到116年，会阁投入总经费19亿3400万，互智慧航安升级2.0，甲风场海峡监控的范围为673平方公里，扩大到4000平方公里，而且提升智慧航安资讯平台系统准确收容预警的准确率。智慧港湾港口的相关计划推动还有办理，那有没有针对治安来做维护升级呢？关键基础设施在国土安全处的这个办公室的要求下，治安保安是2大重点。除了航安以外，立委嘛希望交通部会当兼顾海洋的观光，放零游艇的限制。我从台南到高雄玩，我不可以离开，我一定要再回来台南。然后假设你去澎湖买东西，你不可以拿上船。航港局已经开过公听会，大家都认同，有些应该要赶快修订。因也已经建置完成的海事中心智慧航安资讯平台系统，化被动为主动的监控，针对航线有各样的船仔主动发出警示，启动应变的准备，为90分钟缩短到10分钟。海事的案件嘛，为2021年要200件，到2023年降到149件，严重海难的发生率为25%降到19%。记者综合报道。